准备好跟我一起探索这个沉淀了14年的神学数字宝库了吗？你肯定好奇过，系统学完真主的尊名到底得花多久？在 Mustafa 的频道里，答案是整整98堂硬核大课。10多年下来，这套课悄悄攒了超过25万次播放量。叶斯茂如斯纳在神学里指的就是真主极其神圣的美名。这场神学马拉松啊，可不是随便讲讲，它分成了3个精妙的阶段。打好地基后，重头戏全放在了逐一死磕那些具体的尊名上。咱们先看名称简介，这是对核心概念的超深度启蒙。单单简介就足足有19个视频，超级考验你的专注力。接着是核心转折点 RAB， 整整7节课只为讲透这一个词，连续好几个小时的深度拆解，简直是把基础概念掰碎了揉烂了说。从第27讲开始，真正的硬核挑战来了，全面深挖神圣属性，内容环环相扣。比如刚讲完智人，马上就紧跟着讲特词。看看时长啊，入门课不到1小时，越往后单集时长直接翻倍。到了课程中期，每节课差不多2小时，简直像看部大片。后面的每一讲都是一场神学马拉松，剖析的深不见底。10多年的沉淀，让这道课绝对成了早期数字教育的一块封闭。想象一下，花130个小时啃完这套课，你的认知会被怎样彻底重塑？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这期的深度探索。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说实话，绝对称得上是一部不朽巨作，也就是穆斯塔法·伊斯拉欧卢关于真主美名的宏大神学大师课 Dever Ilahiyat Kulliyat Al Asmaul Husna Del3。不过别担心，今天咱们不打算枯燥的去啃那些深奥的神学理论。作为一直追求高效学习的探索者，咱们要做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们要把这门课的骨架给拆解开来，带你看看这个庞然大物到底是如何从零开始，一步一步搭建起它那惊人的知识体系的。好了，咱们直接切入正题。你先看看这个数字98，这代表了什么呢？这可是代表了在这个历时整整14年的系列课程里，总共有98讲。这哪是什么普通的播放列表啊，这简直就是一座知识的封摆，对吧？面对这么庞大的数量，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就觉得，天哪，这怎么看得完？这也完全可以理解。但别急，这正是咱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要把这座看似难以逾越的大山，给你拆解成地层层清晰、好爬的台阶。咱们来看看这些数据，它特别生动地展现了在这个系列刚开播的时候，大家对这种深度的神学知识是有多渴望。你敢信吗？单单是第1讲的第1部分 Der Earth 1-1就疯狂吸引了超过72000次的观看。虽然紧接着的第2部分和第2讲第1部分的播放量有所回落，稳定在了28000和19000次左右，但你知道吗？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大师课现象，它完美展现了最初那股不可思议的狂热，以及随后沉淀下来的真正打算硬核学习的庞大核心受众群。为了让你不再对这98讲感到头疼，我们把整个庞大的课程梳理出了6个核心模块。第1，庞大的神学巨咒；第2，基础美名入门；第3，首次教点主的概念；第4，仁慈与主权的属性；第5，神圣名字的双重和谐；最后，启示对人类的重塑。这就是咱们今天的探索路线图了。咱们先从第1个模块开始聊，庞大的神学巨著，253955。这是整个课程目前的总观看次数。你要知道，这可是一门极其严肃，动不动就长达1-2小时的纯学术性神学讲座啊！在这个背景下看，这个数字绝对令人震撼。它绝不仅仅是个统计数据那么简单，它实际上确立了这个系列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证明了它是一个有着深远影响的神学宝库。接着，咱们进入第2个模块，基础美名入门。这里有个特别让人震惊的细节，很多时候咱们以为的入门，可能也就是个5分钟的欢迎词，对吧？但这门课完全不是，它的入门部分是一个包含了9个主要章节的庞大基础课程，从第1小时的基础概念，到第4小时的深入拓展，再一直延伸到第9课的第3个子集，加起来长达好几个小时。
也就是说，你必须老老实实坐下来，投入好几个小时的专注学习，仅仅是为了打地基。这种极其严谨、不讲捷径的治学态度，直接定掉了整门课程。那么地基打好之后呢？这就来到了咱们的第3个模块，首次焦点，也就是主的概念。讲师在这里做了一件极其不可思议的事，他把 RAB 也就是主这一个单一的概念，直接横跨了第10到第12课，甚至还极其细致地拆解成了7个高强度的子部分，花整整7个分级的时间，就为了去剖析主这一个词。这说明了什么？这绝对是在大声告诉你，朋友，你面对的是一门货真价实的大师级课程，绝不是那种走马观花10分钟带你了解神学的快餐内容。这是一种对概念极其极致的深挖。好，现在我们进入第4个模块，仁慈与主权的属性。在这里投入的时间更是惊人。其实这些数字自己就会说话。你看，光是探讨拉曼，也就是谱词的这个属性，就横跨了2个分级，讲了将近3个小时。探讨rahim 特词的属性，同样是2级，超过了3个小时。更有意思的是，单单是为了讲透 Malik 君王这一个名字，第17集就足足用了1小时40分钟。讲师实际上是在用这种不可思议的时间跨度，向我们真真切切地展示这些神学概念到底有多么的深不可测。咱们稍微停下来想一想，仅仅是 rahim 这一个主题，就带来了一场长达3小时4分钟的超深度解析。说句实在话，哪怕你根本听不懂讲座里的语言，你也绝对会对这种如此庞大的时间投入感到敬畏。纯粹看它持续的时间长度，你就已经能感受到这项研究到底有多么宏大、多么严肃了。随着课程的深入，我们来到了第5个模块，这里发生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教学转变，神圣名字的双重和谐。在进行到第47讲的时候，讲师的教学策略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变，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孤立的去讲解某一个单独的名字了，而是开始把它们配对。比如他把 El-Fater 劈开者、创造者和 El-Halik 创造者放在了一起，他开始引导大家去发现这些神圣属性之间那种互相交织、极其和谐的联系。这绝对是个极其高明的教学手法，直接把大家的理解从单一的线拉升到了一个立体的网状结构。还有一个特别棒的例子出现在长达1小时47分钟的第51集里，他把 El-Hayyu 永生者和 El-Qayyum 维持万物者放在了一起讨论。你想象一下，把生命和维持这2种属性强强联手，这能构建出多么复杂、多么震撼的神学画面，这简直就是通过概念关联来深化底层认知的完美示范。而且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你接着往下看， El-Hakir 与 El-Azim 组合， El-Karim 与 El-Sami 组合，还有 El-Wahhab 与 El-Wahid 的组合，这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先进的模式了。这说明这种配对技巧完全是大纲里一个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架构设计。讲师是在刻意的一步一步的引导学生去构建起一张神圣属性的庞大结构网。终于，我们来到了这场探索的最终模块，第6部分，也就是启示对人类的重塑。这是整个98集课程的高潮所在。咱们的关键点就落在了这句话上 Va'in insani ishash， 也就是启示对人类的重塑。这是系列中第25集的标题。这里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如果你仔细观察整个播放列表的命名习惯，你会发现除了最开始的入门部分，几乎所有的分级都是用某个具体的真主美名来命名的。但是唯独这一讲极为刻意地打破了这个雷打不动的命名规则。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偏偏它是唯一的例外？因为它其实承载了整门课程最核心的主旨。讲师就是在用这个极其特别的标题，大声告诉所有人，咱们前面花费了几百个小时，经历了那么多艰苦的学术研究，最终的目的绝对不仅仅是为了在学术上讨论这些抽象的名字，它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让这些从启示中传达出来的名字真正去建设、去重塑我们人类的灵魂，这才是整部巨著真正的灵魂所在。说了这么多，面对这么一个史诗级别的学习资源，如果你想亲自挑战一下，该从哪下手呢？
别担心，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超级实用的3步路线图。第一步，千万别跳过基础，踏踏实实的把第1到第9集的入门部分啃下来。第二步，去吸收那些单一的重量级概念，像 Rob 或者 Ardito Roman 这样需要长篇大论去解析的属性，一定要深挖。第三步，当你基础足够扎实之后，就去尽情探索那些双重和谐，去感受比如 alpha-TID 和 alkylate 之间的奇妙碰撞。只要跟着这个结构走，那看似吓人的98讲就再也不是什么障碍，而是你一步步向上攀登的阶梯。好了，咱们今天的课程解析就先聊到这里。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亲自踏上这段历经14年实践沉淀下来的绝无仅有的求知之旅了吗？知识的框架我们已经帮你搭好了，而真正能填满这个框架的智慧，正静静地在那里等待着你去发掘。非常感谢你的陪伴，咱们下次深度探索再见。设想一下啊，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点开了一个 YouTube 视频，准备学习一个全新的、听起来非常高深的概念。调整好坐姿，拿出笔记本准备记重点了。对，仪式感都拉满了。但是呢，屏幕里的那个讲师根本不切入正题，他硬生生地对着镜头讲了整整15个小时的开场白。15个小时，我的天哪！没错，就是连一个核心知识点都不肯抛给你，全在讲导论。面对这种情况，你大概在第5分钟就会关掉视频，甚至可能还会顺手在评论区吐槽几句，对吧？绝对的，这几乎是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数字原住民的本能反应了。是啊，如果视频前30秒没直接刺激到痛点，或者没有马上抛出核心结论，我们的注意力瞬间就转移到下一个表前页了。没错，所以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进行的这场深度探讨显得无比反常的地方。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今天的素材。这绝对不是一份什么速成的商业白皮书。对，也不是那种几分钟带你读懂经典的爆款短视频。我们要潜入 YouTube 的深处，去凝视一座可以说是由阿克贝 Media 在大约13、14年前上传的一座极其庞大的数字教育纪念碑。这形容很贴切，确实像一座纪念碑。这是一个名叫 El Ismail Husna Darslary 的播放列表，由讲师穆斯塔法·伊斯拉穆路讲授，翻译过来大概就是探讨神圣属性的真主美名的课程。听起来非常宏大，相当宏大。不过我得先声明一下啊，咱们今天完全是站在中立观察者的角度，绝对不探讨宗教立场的对错。对的，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份原始切片。没错，一份关于人类认知、注意力还有求知渴望的原始切片。这个切片其实具有极高的社会学价值。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14年前的网络世界。差不多是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的时候吧。对，那个时候画质可能还有点粗糙的视频缩略图，像矩阵一样排开，它带着那种怎么说呢，古老图书馆里原木书架的气息，很有画面感，就是静静地蛰伏在充斥着猫咪视频和流行音乐的早期算法海洋里。哇，真的是这样。为了让正在收听的你对这个切片的体量有个直观感受，我来念一组数据啊。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震撼程度。这个播放列表总共有98个视频，累计观看量超过了25.2万次。在当时那个相对冷门的垂类里，这个数据非常可观了。绝对的。我们拿到了前72节课极其详尽的原数据，包括每一个视频的标题、精确到秒的时长，还有观看量。这可是宝贵的数据矿场。是的，所以我们这次探讨的使命，就是透过这些看似冷冰冰的数据，去破译一个谜题，一个在这个短平快时代里显得格格不入的谜题。没错，就是人类为什么还会对极其深层、超长篇幅的哲学思辨产生这么极度的渴望？
以及这套上百小时的课程到底是用了什么魔法，在听众的大脑中完成系统性的认知重构的。太精准了。好，那么我们直接切入这起惊人的数字奇观。首先必须拿出来解剖的，就是那个让我完全摸不着头脑的开场。就是那座让你望而生畏的大山。真的，我看了前19个视频的原数据，从第11讲一直到第93讲，他们的标题就像复制粘贴了一样，全是同一个名字，清一色的 Esmaya Girish， 翻译过来就是名称的介绍或者导论。整整19个视频全在讲导论，这在任何现代课程设计里都是不可思议的，简直是极其罕见。罕见这个词都保守了，单是第11讲时长就是59分钟，一集就快1个小时了。是啊，如果你把这前19个视频的时长全部加起来，总共超过了15个小时，你能想象吗？哇，这真的需要极大的耐心。这就好比你报了一门大学课程，满怀期待的是上课，结果整个第1学期教授都不让你翻开课本正文，一直在讲我们该如何阅读这份大纲。对，这就很让崩溃啊。这在传播学上难道不是一种自杀行为吗？确实，看起来非常反直觉。14年前的 YouTube 已经开始靠推进算法起步了吧？讲师设置这么漫长，甚至可能有点枯燥的跑道，直接放弃了前期的完播率。等于主动切断了算法的青睐。对啊，他凭什么敢这么做？是故意劝退观众，还是深层学习真的需要这个过程？这里令人着迷的地方恰恰就在于此。如果我们用商业变现或者涨粉的逻辑去看，这当然是自杀，肯定死透了。但讲师的目的根本不是广撒网，这15个小时本质上是一套极其苛刻的认知过滤机制。过滤机制怎么讲？我们可以用一个现代词汇来比喻，它是在给听众的大脑重装操作系统。重装操作系统，哇，这个比喻有点意思。所以这不仅仅是在铺垫背景，远不止于铺垫。如果只是铺垫背景，2-3个小时顶天了。确实，当你要向受众探讨那种绝对的超人、神圣属性，甚至是存在主义这些宏大概念的时候，受众原本脑海里的那些世俗认知、功利性的思维模式，就是他们旧的那套三观。对，那些就是一堆不兼容的旧软件。我懂了。如果你不花大量时间去格式化这块认知硬盘，后面那些宏大的神学软件根本运行不起来，甚至会导致受众的认知崩溃。哇，所以这15个小时其实是在建立一套全新的批判性思维和语境解析方法。没错，这面高墙不仅不是冗余，反而是他故意竖起来的。他需要留下来的学习者已经完全准备好接受后续的重磅内容。也就是说，讲师在对受众说，交出你最宝贵的资源，你的时间，来换取入场券。这策略听起来很理想主义啊，确实很挑观众。但是在现实的数据面前，这种劝退式的教学真的奏效吗？我们在整理那19节导论课的数据时，看到了一条极其残忍的数据滑坡。数据表现肯定很惨烈，相当惨烈。第1-1讲有最高的大概7.2万次观看，这估计是大家点进来凑个热闹的。尝鲜流量。但紧接着的第1-2讲，数据直接腰斩到2.8万次。等我们终于熬到漫长导论的结尾，也就是第9-3讲时，跌到多少了？观看量已经跌到了可怜的4300次左右。这个流失率非常符合线性规律，我把它叫做1月份的健身房效应，就是大家新年第1天信誓旦旦办了卡，第2周人少一半，到月底健身房就空了。哈哈，非常生动的比喻。如果数据就这么一直跌下去，那这也不过就是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失败实验罢了。但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发生反转了，对吧？对，当这15小时的导论终于结束，课程进入到具体名词讲解时，数据奇迹般地走出了一个强劲的 V 型反弹。哇，这个反弹有多夸张？让人大跌眼镜。比如第10-1讲，讲师开始介绍 Rob， 也就是主或者维护者这个概念时，播放量瞬间暴涨回2万次，从4000多直接跳回2万。是的。然后到了第4-3讲，介绍 Erwin Mann， 也就是致辞者，观看量高达2.6万次，这个留存度简直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在后面，甚至到了极其靠后的第51讲，探讨 El Hayy El Qayyum 永生者维护者，视频将近2个小时的情况下，
播放量依然高达2.6万次，这怎么解释？那些被前面15个小时吓跑的人，怎么又在后半程大量涌入了？难道他们不需要前置的操作系统了？这个现象非常反常识，但它揭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心理学现象。在面对精神类、哲学类的内容时，人类的学习行为其实并不是线性的。不是线性的，那是什么？是处方型的，或者说是按需取用的。按需取用？你是说他们把这个播放列表当成了一个精神药房？对，这个比喻非常恰当。试想一下，当一个现代人在深夜点开一个长达近2个小时、专门探讨致辞者或者永生的视频时，他是为了完成学业打卡吗？自然不是，谁会在半夜看这种硬核视频打卡啊？没错，什么样的人会跳过枯燥的方法论，直接去搜索这种具有特定情感抚慰意义的主题？可能是刚刚经历了生活的冲撞，迫切需要寻求答案的人。对，或者是正在面对至亲离世，急需在数字世界里找一个关于生命终极意义的锚点。这种时候，特定的主题就是他们的精神特效药。哇，这个视角完全改变了这些冷冰冰的数字的含义。这2.6万次点击，其实是2万多个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巨大困惑的灵魂在寻求庇护。没错。所以那些跳过导论中途离开的人，在遇到具有深刻意义的主题时，会主动回归。这就证明了受众并不全是按部就班的学习者。所以讲师精心设计的系统，在前期筛选出了核心的学术追随者，但后期的宏大概念却接住了无数个带着情感创伤的随机闯入者。是的，两种受众在这座数字图书馆里达到了奇妙的共存。这确实让人震撼。那么，既然观众会根据特定主题聚集，讲师是如何安排这些主题的先后顺序和篇幅的呢？这就涉及到了课程架构的演变。它在架构上也有很精妙的设计。对，我们在深入研究标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明显的改变。在课程初期，它简直是在进行显微镜级别的拆解。你是说单个概念的无限放大？对呀，比如讲 Rab 这个词儿，也就是主，它从11讲一路延伸到12、3讲，用了整整6个视频来解剖这一个词。基础要打牢。可是往后看，随着课程深入，讲师开始合并加速了。比如第49讲，标题变成了 Al-Halim Al-Hafi， 第65讲变成了 Al-Falik Al-Badi， 开始把2个完全不同的专有名词打包讲了。这种后期的合并，是因为课时不过了要赶进度吗？如果将这一点与宏观背景联系起来看，绝对不是为了赶进度。如果他在乎进度，开头就不会讲15个小时的导论了。那倒是。那这种合并的逻辑是什么？这说明前期的基础框架已经搭建完毕了，听众大脑里那个新的操作系统已经运行得非常顺畅，就是听众的理解力已经跟上了。对，他们已经具备了举一反三的综合理解能力。比如把宽容者和深析细节者放在一起讲，听众就能理解那种既看透你一切缺点，又完全包容你的宏大慈悲。我懂了，这就像是学代码，前面教单行代码，后面直接教你写复杂的多线程序了。没错，概念之间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节奏自然就可以加快了。这简直是个完美的知识架构演进图。但是就在这堆像词典一样整齐划一的列表中，我们撞见了一个巨大的异常值， The Outlier。 第25讲。对，前24讲全都是某某名称的介绍，到了第25讲，标题突然毫无征兆地变成了瓦行因萨诺因夏斯，启示对人的塑造。就是这个，不仅标题跳出了名称框架，时长还长达1小时17分钟，播放量5400次，显得非常突兀。讲完这一期，第26讲又立刻恢复了词汇讲解的队形，这太诡异了。我当时真的觉得，这是不是当年上传者手滑传错文件了？哈哈，从表面上看确实像个归档错误，但如果你把自己带入到当时正在经历这场漫长学习的听众视角中去，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这个绝非失误，它反而是讲师刻意设置的一个认知中场休息，或者说是整套课程的哲学枢纽。枢纽，
故意插在这儿的。没错，在第25讲之前，听众们一直在仰望星空，对吧？他们沉浸在对绝对超然属性的惊叹中。学了很多形而上学的东西。长期处于这种极端抽象的思辨中，人是会产生心理失重的。你会觉得这些概念极其伟大，但他们跟我这个凡人有什么关系呢？懂了，就是知识飘在天上落不了地。对。所以讲师在第25讲踩了一脚刹车，把所有的神圣属性锚定回了人本身。启示对人的塑造，其实是在说，了解了那么多神圣的美名，如果不去塑造你这个人，这些知识就只是空中楼阁。哇塞，这个反转太有力量了。知识不仅需要理解，更需要应用。没错，他把镜头从浩瀚宇宙强行拽下来，对准了屏幕前那一个一个血肉之躯。也就是为什么在第25讲之后，大家能够接受复杂概念的合并讲解了，因为有了自我投射的靶点。太对了，有了现实的土壤。那么，把我们今天所有的发现拼凑起来，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场极其漫长的思维长征。是的，这是一座建立在14年前的数字图书馆。我们看到了长达15小时的导论，如何无情地筛选出最坚定的求知者，并且看到了特定知识如何跨越时间，吸引数万人的助助寻找解药，更看到了一个完美的架构是如何在宏大神学与人类自我塑造之间建立桥梁的，非常深刻。所以，正在收听的你，在这个充斥着15秒短视频和碎片化信息的时代，这个98集动辄1-2个小时的播放列表，就像是一个远古的挑战。确实是个挑战。他在问我们，你有多久没有为了彻底弄懂一个概念，而耐心地去听完长达15个小时的导论了？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留给大家的一个终极启发。是什么呢？想想这个播放列表总计超过25万次的播放量，在这个数字背后代表着几万、十几万个小时的人类注意力啊！哇，真的是极其庞大的时间投入。这些注意力没有被用来娱乐或消费，而是完全投入到了对生命、宇宙和终极意义的静静沉思中，并且他们在 YouTube 的服务器上默默存在了14年，沉甸甸的14年。是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网络上留下各种数字足迹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能创造出某种值得让14年后的人类愿意花上上百个小时去深度凝视的精选遗产？哇，这个问题真的太一针见血了，值得我们每个人在滑动屏幕之前好好想一想。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再见。这份素材是 Mustafa Islam Maulud 关于真主梅名的一套规模宏大、包含98集视频的系统性神学讲座合集，所以贯穿这份材料的一个核心主题似乎是对神学概念极致深入且详尽的挖掘。统一且可预测的内容时长是维系长期学习者注意力的基石。对，但我看过后台的数据细节，这套课程的时长存在着非常随性的波动。比如说，有一集叫 Lesson 9-3的，仅有22分59秒，但到了 Lesson 40，却毫无预警的猛增到了近2个小时。哇，2个小时？没错。这就像邀请听众去跑步，本来是轻松的短跑，结果毫无征兆的变成了半程马拉松。这是否在数字端对用户的认知负荷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那确实表达得很清晰。不过我很好奇，我们是否考虑过学习者的认知负荷和时间规划能力？就是说，现代人的时间太碎片化了。对，其实我们必须承认，这份素材当前在传播上最显著的一个弱点，就在于这种极端的时长波动，它从根本上破坏了受众在现代生活中极度依赖的学习节奏感。确实是这样。你设想一个普通的成年人，他可能习惯每天利用上下班40多分钟的地铁通勤来听讲座。第一天他听了个20分钟的，觉得非常轻松，甚至还有时间回味。没错，体验很好。但是第二天，当他满怀期待点开下一局，发现进度条是1小时55分钟，这种反差带来的不仅是惊讶，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认知层面的恐慌。是的，大脑在处理信息时，怎么说呢？是极度渴望可预测性的。心理学上就有个概念，当我们无法预判一项任务需要投入多少认知资源时，大脑的第一反应就是推迟执行。这就是推迟。听众会下意识地想，我现在肯定听不完，不如等周末有大块时间再看吧。
但残酷的现实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理想中的周末大块时间，永远不会到来。我完全能理解这种抗拒感，但在这里，我忍不住想站在讲授者的角度抛出一个挑战。你说，这份素材的根基其实是线下的真实授课录影，对吧？在线下实体空间里，听众特意预留了一个下午，讲师为了把一个深奥的概念讲透，讲上2个小时，这是非常自然的。一种沉浸式体验。如果我们现在要在数字端强行规范这种时间，会不会显得过于功利，反而破坏了那种原汁原味的连贯性？这是一个非常敏锐且核心的冲突，就是线下沉浸式气场跟数字端碎片化习惯的碰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向碎片化妥协去牺牲深度。那你的意思？我们给出的改进建议是，对现有素材进行结构化拆分与标准化处理。我们不需要去粗暴删减核心内容，而是通过物理分割或者视觉标识，把超长篇幅转化成可预测的微模块。听起来很理想，但具体怎么操作呢？如果不能瞎切的话，像将近2小时的那一集，我们要怎么优雅的拆分？有2种不同深度的执行路径。第一种是成本极低的软性切分，就是利用平台的章节功能，也就是时间戳。YouTube 那种。没错，讲师讲2个小时，他大脑里一定有内在逻辑，我们只需要在描述里标出这些锚点，比如0分0秒是概念引入，30分钟是文本解析，1小时5分是精神实践，最后是答疑。这个办法好，这种视觉上的锚点确实能缓解焦虑，就像刚才那位跑者，路程虽长，但每隔几公里就有补给站。对，就把进度控制权交还给了受众。如果今天只有半小时，那就只听1个章节，按暂停也没有心理负担。那更深度的做法呢？就是直接在后期进行物理重新编排，比如遇到超过1个半小时的单节内容，我们顺着讲授的自然停顿，将其1分为2，拆成 Part A 和 Part B， 让每一题平均时长稳定在45到50分钟。为什么偏偏是45分钟左右？因为这是一个经过教育学验证的经典课长时长。成年人在不感到极度疲劳的情况下，能为这高度专注的极限就是这个区间。原来如此。经过这种标准化处理后，听众和内容之间就会形成一种隐秘的心理契约，就是只要我点开，我只需支付45分钟。这种笃定感才是他们明天愿意继续看的核心动力。确实，可预测性建立了一层心理安全网，那么这就顺理成章地引出了我们的下一个核心挑战。应对长篇连载内容中不可避免的受众流失，需要建立清晰的阶段性里程碑与学习动机。据我从笔记中的理解，这里的核心在于为听障提供一条连续不间断的精神成长路径。没错。但当我们通过时长标准化留住了每天的注意力后，他们抬起头看到的依然是总计98集的庞然大物。第1集获得了 7.2 万次观看，但到了第25集骤降到了5400次左右。哇，这个流失率真的很夸张。仅仅将重点放在连续不断的数字编号上，是否存在忽视受众需要小声力的风险？绝对有。当前这份宏大素材的另一个严重弱点，就是采用了一种单一直线一泻千里的编号结构，从1排到98，没有任何内在的逻辑分期，没有允许受众停下来喘口气的合法接口，就像一直在赶路。是的，这抹杀了受众在长途跋涉中急需的阶段性成就感。但是站在忠实学者的角度来看，一个长达98集的完整播放列表，不正是一种学术权威的象征吗？就像一部厚重的大百科全书，这难道不值得自豪吗？对于讲授者来说是一座封闭，但对初学者来说绝对是噩梦。你可以想想蔡加尼克效应，人们有闭合心理，未完成的任务会持续消耗认知资源，就是后台耗电程序。对。如果你给听众看1到98的列表，就好比让他们去爬没有标注楼层的摩天大楼，学到第25集时，他不会觉得哇，我掌握了1/4，他满脑子都会是天哪，我还有73集要看。完全正确。这种无尽的未完成感，最终会转化为畏难情绪，导致放弃。这个比喻太精准了，没有里程碑的长跑消耗的一心力，那我们要如何为听众搭建那些可以回血的休憩平台呢？改进建议非常明确，将原本的马拉松式单一直线结构重组为带有明确主题的阶梯式模块矩阵。阶梯式模块矩阵具体怎么弄？不要只用一个总的播放列表，而是利用平台的子列表功能，将内容切成多个独立模块，赋予它们全新的使命。能不能具体演示一下？
当然可以。我们先看新受众最难熬的初期，往往侧重于概念导入，对吧？我们可以把第1到第9集单独抽离出来，打包成一个轻量级合集，命名为第1阶段基础启蒙与概念导入。哦，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友好。对于一个刚路过的新听众，他肯定是更愿意承诺看一个9集的入门小课，而不是98集的巨制。毫无疑问，9集听起来完全在掌控之中，而且一旦看完了，系统提示播放列表已完成，这在心理上是一个巨大的暗示，他达成了一个小壮举。这正是在赋予他小胜利。没错，带着通关的满足感，他自然会信心满满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以此类推，中后期的深水区同样可以主题化重组，比如那些探讨特定真主属性的课程。是的，比如第56集探讨的是令人敬畏的力量与公正，第13到16集聚焦的是无限的怜悯与慈爱。我们大将可以将它们分别聚合成威严与公正之名和无限怜悯与慈爱之名的主题模块，把无期徒刑变成了像打怪升级一样充满成就感的探索之旅，这确实能极大缓解疲劳。是的。好了，现在通过时长控制和模块化，我们留住了已经在车上的人，但是怎么吸引车外徘徊的人呢？优化标题与元数据不仅是出于档案检索的目的，更是为了在第一眼建立内容与受众现实生活的深刻连结。这个切入点非常重要。好的，这部分我非常欣赏的是其学术上的严谨性与系统性。讲授者在每一集标题里都标注了阿拉伯语神之美名，比如 Lesson 68 Al-Fatah Al-Kafi， 格式高度统一。顺着这一点深入，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比如从一个面临生活困境、急需寻求精神指引的普通人的视角呢？那可能就是完全看不懂了。对，当前的命名法过于学术化和档案化了，它只告诉了受众这是什么，却没有回到那个核心问题：这对我有什么意义？这是所谓的 So what？ 没错。对于不具备深厚神学基础的听众来说，仅凭一个阿拉伯语词汇的音译，无法唤起点击与学习的渴望。是的，如果我是一个下班后在车里感到极度迷茫的普通人，看着这几个音译词，大脑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化学反应，因为没有跟我此刻的痛苦产生连接。完全正确。互联网搜索的底层逻辑是需求驱动。当一个人感到孤独时，他搜索的绝对不是某个神学名词，而是如何面对孤独。如果不建立起这种连接，这么厚重的智慧只能沦为孤芳自赏了。可是，这里我必须再次充当一下反方。你尽管说。这是一套非常严肃的宗教神学讲座。如果我们为了迎合大众焦虑，把标题改成类似摆脱孤独的3个秘诀，难道不是一种学术降级吗？会不会变成标题党？你的担忧非常核心，过度迎合绝对会毁掉严肃底色。所以我们的改进建议非常克制，在绝对不破坏原有学术严谨性的前提下，为标题增添具有情感共鸣、指出具体生活应用场景的副标题，也就是转移焦点。对，把焦点从讲授者教什么转移到学习者能获得什么。能给我几个具体的案例吗？看看这种平衡是怎么做到的。没问题。比如素材里有一集叫 Lesson 35 El Wadud 1。 El Wadud 在学术上指挚爱者，我们完全保留原本的学术编号为主体，但附加一个副标题，变成什么样？变成 Lesson 35 El Wadud 挚爱者如何在孤独中感知神圣的爱与连结。哇，这个层次感立刻就出来了。前半部分坚守学术正地，后半部分像一只手托住了现代都市里孤独的灵魂。这就是副标题的破冰能力。再比如第20集探讨的 Al-Wakil， 意思是最佳受托者。对于现代语境，受托者稍微有点距离感，确实有点学术。如果我们扩展为 Al-Wakil， 最佳的受托者，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学会托靠与放下。你想想，现在多少年轻人面对不确定性感到焦虑？太多了。当看到放下和不确定性时，那种冰冷感瞬间就被瓦解了，精准击中时代痛点。经调整元数据，这座宝藏就能精准疗愈那些最需要它的人。这真的是一个视角的质的飞跃。
今天的深度评析为我们展示了将传统宏大叙事翻译成数字时代语言的魅力。是的，我们探讨了通过拆分标准化时长来管理认知负荷，通过建立模块化合集来降低受众流失率，以及通过在标题中注入情感和应用价值来扩大内容的共鸣面。这份素材的内容底蕴已经达到了极高造诣，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精神金矿。我们探讨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入口变得更宽阔。完全同意。我们也邀请听众将这些具体的重组和包装策略应用到现有的播放列表或未来的内容策划中，并期待你们带着优化后的新方案再次提交，以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非常期待能看到这些策略真正落地。感谢收听本次深度评析，再见。再见。欢迎来到多维视角。想象一下，你走进一座宏伟的古老图书馆。那种充满霉味，但是又让人觉得很神圣的地方。对，就是那种感觉。大多数人呢，可能只会随手翻翻架子上精美的词典，赞叹几句里面华丽的词汇，然后就心满意足的离开了。但是，如果有一位极其严苛的学者，他关上了阅览室的大门，要求你在真正开始阅读之前，必须先彻底重构你的底层思维系统呢？哇，那听起来是个相当折磨人，也是个不小的工程啊。绝对是，而这恰好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现场要探讨的核心辩题。我们要深挖的是基于穆斯塔法·伊斯兰奥卢，也就是穆斯塔法·伊斯兰莫鲁，他那个浩瀚的、历经10多年沉淀的98集神学讲座《真主尊名课程》。是的，这是一份总播放量超过25万次的巨大知识库。没错，所以今天的核心争议点就在于，在这座浩大的神学建筑里，它真正的学术内核，或者说真正的神学突破，究竟在哪里？作为今天正方的视角，我是坚定的底层架构论支持者。我认为这部作品，真正的学术价值完全建立在它前期长达10几小时的基础认知重塑上。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作为反方视角，其实吧，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我承认前期的体量确实惊人，但我认为任何神学体系真正的张力和屏风都出现在它必须面对复杂现实的时候。就是说，这部作品的突破恰恰在于中后期那些极其复杂的微观属性辨析，也就是对特定尊名的配对解析上。好，那我们就先来纸面这份材料里那个非常明显的，怎么说呢？极度头重脚轻的结构。你看，从视频1-1到9-3，整整19个视频，都是同一个标题，对吧？对，全部名叫尊名导论。不仅如此，紧接着他还花了7个视频，超过4个小时的时间，去单独拆解 Rab， 也就是主或者养育者这一个词。4个小时讲一个词，这在网络讲座里确实罕见。是啊，很多人觉得这太冗长了，但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用传统那种打鸡鸡的陈词滥调来理解它。你把它想象成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这出书的19集加上关于 Rab 的4个小时，根本不是在做所谓的背景介绍。那你觉得他在做什么？伊斯兰某录实际上是在给听众的大脑安装一套全新的伊斯兰神学操作系统。如果没有这套系统，直接去讲后面那些复杂的尊名，受众是接不住的。操作系统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你的意思是说，听众原本的系统是有问题的吗？绝对是有问题的。你看，绝大多数人其实是带着一套充满教条主义、文化包袱，甚至是你怎么讲呢？充满恐惧的旧系统来听课的。带着以前的刻板印象。对的。如果在这种旧系统上直接运行像普慈的或者复仇的这些 APP， 系统立刻就会崩溃，或者产生严重的认知扭曲。所以他花了10几个小时，就是在格式化听众的底层逻辑。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第1集的播放量能高达72000次。那个数据确实非常亮眼。因为这是受众经历认知破局的第一步啊。如果没有这个坚固的新系统，后面的所有高阶神学概念都只能是流于表面的空谈。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论点。我同意，拥有一套纯净的操作系统固然重要，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不运行复杂软件的系统是毫无意义的。第1集的7万多播放量确实很高，但随后播放量自然回落到1-2万左右。这在长篇系列里很正常啊，坚持下来的人总是少数。没错，这恰恰是一个残酷但真实的智力筛选过程。
因为真正的神学深究，它的门槛极高，不能因为前期看的人多，就证明它在学术上更优越。事实上，人们居住和体验的是大楼的特定楼层，而不是地基。但没有地基，楼就塌了。我不是否认地基，我想强调的是，那些留在中后期的听众才真正见证了伊斯兰某路处理极端复杂的神学算力的能力。有些探讨单一尊名的视频，比如第40集阿拉林或者第31集阿马利克，单集时长甚至超过1小时40分钟。这些具体的拆解才是展示神学深度的实质内容。但你不能否认他为了确立核心代码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让我们深入看看他是如何处理 Rab 这个概念的。整整7集啊！在普通信徒的传统认知里， Rab 可能仅仅意味着就是一个主宰或者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也就是强调权威的那一面。如果只是这样，半个小时绝对讲完了。但伊斯兰芒鲁在这4个多小时里到底做了什么？他不仅是解释，他彻底解构并重塑了它。他把重心完全放在了养育和渐进的这个维度上。没错，他极其详细地论证了 Rab 是那个将你从充满缺陷的初始状态，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地引导至你所能达到的最完美潜能的实体。这已经不是字面意思的解释了，这是一种范式的转移。从统治者变成了培育者，完全正确。他把人神关系从传统的征服与臣服、恐惧与惩罚，直接翻转成了深度的培育与终极的成长。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认知跨越。如果不在最开始把这4个小时吃透，听众对后面任何一个属性的理解，都会不由自主地重新滑向那种独裁者式的恐惧中。Rab 确立了创造者与被创造者之间最核心的生长关系，这点我毫不否认。但这仅仅是一个宏大而温暖的起点，对吧？现实世界可是非常骨感的，不仅有生长，还有毁灭、不公和极端的痛苦。确实，所以神学的真正难点在于如何解释这位完美的创造者身上那些看似冲突的多元特质。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后期的神学辩证法才是这部讲座真正的绝唱。我们跳到第56集来看看。我记得那集，那是讲解 El-Kahar， 也就是无上的征服者，和 El-Muntakim 复仇者的一集。那一集也长达1个半小时。对，你可以想象一下，把绝对威严和复仇这2个极具工具性的概念放在一起，如果处理不当，神学极其容易滑向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君描绘。听众肯定会问，一个完美的造物主怎么会有报复性？这个疑问很自然。但伊斯兰毛鲁是怎么做的？他并没有像很多传统的护教者那样去含糊其事或者淡化这种张力，相反，他迎难而上。他直接将 El-Muntakim 从人类那种狭隘的情绪化的报复心中彻底剥离出来。他赋予了他一种更加系统性或者说宇宙级别的解释。完全正确。他向听众解释，不要把 El-Muntakim 看作是一个愤怒的神明在发脾气，而应该把它看作是宇宙法则的终极免疫系统。这个比喻非常妙。是的，当细胞癌变，试图摧毁整个机体的时候，免疫系统必须无情地将其吞噬，以保护整体的生存。这不仅不是残酷，这是深沉的宇宙级正义。然后他立刻用 El-Kahar， 也就是无上的征服者，来平衡它。也就是说明这种力量是有约束的。没错，它说明这种压倒性的力量绝不是恣意妄为的，它是被绝对的正义和终极的法则所严格约束的。你想想，将绝对的权力与绝对的目的性完美结合，这种在极端张力中找到平衡点的智力劳动，难道不比单纯建立一个养育者的概念要精密震撼得多吗？这直接治愈了无数人潜意识里的创伤。你刚才对宇宙免疫系统的阐述非常精彩，确实很震撼。但是，我必须要指出一点，听众为什么能够接受这种免疫系统的解释，而不觉得它只是一种冷酷无情的机械法则？因为他们理解了正义，不仅仅是正义，正是因为他们此之前已经被那4个小时的 Rab 深省精透了。因为他们心里清楚，这个所谓免疫系统的最终目的依然是 Rab 所定义的，
是为了万物达到最终的完美潜能。你是说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前提？绝对的，如果没有前期对 Rob 作为核心驱动力的彻底内化，你刚才说的那些精妙辩证都会变成冷冰冰的哲学思辨，它无法成为有温度的、能支撑人心的神学信仰。这就是底层代码的决定性作用啊！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确实存在。但我之所以坚持后期的微观调和更为关键，是因为人类经验的灰度远比宏大的理论框架要复杂得多。让我们再看看第59集，那是另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微观剖析。第59集，我看看。那一集同时处理了 Al-Baer 和 Al-Latif， 也就是绝对的仁慈与善和微妙的致辞洞察入微者。这两个属性听起来并不矛盾啊，它们都是关于善的。这其中的张力在哪里？张力在于力量的形态。你看，人类往往有一种偏见，认为宏大的力量必然是粗暴的，而微妙的事物往往缺乏力量。确实有这种思维定式。对 Al-Baer 代表着一种如汪洋大海般压倒性的、不容置疑的绝对善意，而 Al-Latif 则是一种极其精细、潜入事物最深处，甚至无法被肉眼察觉的温柔。伊斯拉莫鲁在这一集里极力向听众证明，造物主不仅能在宏观层面上赋予你压倒性的恩典，还能在微观层面上，在你内心最隐秘的缝隙里，在最细微的悲伤中，施以极其精准微妙的抚慰。哇，这种视角的切换非常细腻。是的，这种将压倒性的宏大与手术刀般的精微融为一体的神学阐释，给予了身处复杂生活中的信徒极大的心理支撑。这绝不是一个基础的操作系统能自动生成的体验，这需要深度的、极其耐心的定制化解析。既然你提到了信徒的心理支撑和真实体验，这恰好引出了我方立场中最核心的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在这长达98集的目录中，有一个极为特殊的节点，它完美印证了我的逻辑，那就是第25集。你是指名为启示对人的塑造那一集 Wahin Insani Inshasa？ 没错，就是这节长达1小时17分钟的超长讲座。如果你仔细研究整个课程的时间线，这个节点的出现简直堪称神来之笔。怎么讲？它为什么这么特殊？因为在第25集之前，讲座刚刚完成了对最核心概念的系统解析。Rob 养育者， Rahman 普慈， Rahim 特慈， Ilah 受拜者，还有 Wakil 依托者。好，到了这里，底层操作系统安装完毕，核心驱动程序运行正常。紧接着在第25集，伊斯拉莫鲁毫不犹豫地把焦点从认识神圣属性直接转向了这种认识如何重塑人类的人格。你的推论是，重塑的引擎在这前1/4的内容里就已经打造完成了？毫无疑问，从神学到人学的转化就在这前25集发生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后续那70多集的内容，不管他们像你说的多么精妙绝伦，他们本质上都只是这辆已经造好的车在不同路况上的形式演示而已。只是演示，这有点低估了后面的内容吧？但发动机就在前面啊！真正推动受众生命发生质变的核心力量，就是前25集构建的宏大架构。第25集确实是个关键的枢纽，这我同意。但这并不意味着塑造的过程在那一刻就已经大功告成了。如果真像你说的，转化已经完成，汽车已经造好，那伊斯兰摩鲁为什么没有直接停下摄像机？他为什么要在那之后继续浩浩荡荡地录制几十集，一直推进到探讨比如 Al-Sadiq 与 Al-Ralph 真诚者与极度仁慈者这么细微的颗粒度？因为世界确实很复杂，人们需要具体的指引，这是毫无疑问的。不仅仅是指引，是因为人类心灵的构建绝不是靠明白几个宏大理论就能一劳永逸的。现实生活充满了背叛、诱惑、微妙的权力倾轧和难言的伤失感。当你面对职场上极其隐蔽的恶意时，仅仅知道 Rob 是养育者是不够的。但那是支撑你的底气。是底气，但你更需要理解 Al-Latif 洞察入微者是如何渗透在那些阴暗的缝隙里的。当你面对无法挽回的丧失时，你需要理解 Al-Fatah 开启者如何在看似死绝的墙面上硬生生劈开一扇门。
我能理解你的意思。前25集确实给了信徒一具骨骼，但这具骨骼要真正能在泥泞的现实中站立、行走、呼吸，它必须依赖之后70多个视频中那数百种细微神圣特质所赋予的血肉和心经。我们的讨论确实展现了这份庞大知识档案惊人的深度。我想在这个节点稍微总结一下我的观察。你看，在一个每个人都在追求速成的时代，伊斯兰姆鲁能够顶住压力，用接近20集的篇幅去重塑听众的底层认识论。这种对认知前置的严谨态度，在今天是极其罕见的。确实，这需要极大的学术定力和耐心，对吧？如果你没有在一个坚不可摧的逻辑起点上，比如对 Rob 作为终极养育者的深度确立牢牢扎根，那么后续再精妙的辩证，都有可能沦为一场没有根基的词汇游戏。所以我的立场依然是，底层框架设定了我们认知的绝对边界。你的总结很有力，而我也必须重申我这边的核心观点：真正衡量一个神学体系生命力的，是它在极限状态下处理矛盾的能力。前期基础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中后期对看似对立属性的惊人调和，比如绝对威严与微观仁慈的平衡，或者绝对全能与终极正义的融合，这个系统就无法应对真实世界的复杂性。面对真实的灰度。没错，真正的信仰从来不是建立在对单一概念的无限放大上，而是建立在对无限多样性与神圣统一性的深刻融通之中。那些复杂的配对才是真正的智理结晶。尽管我们在哪里是真正的突破口这个问题上视角不同，但有一点，我想我们是完全达成共识的。真主尊名课程这98个模块，绝对是一座深不可测、结构极其严密的知识宝库。是的，这一点毫无争议。它既有足以承载真理的坚实架构，又有能安放人类所有细微情感的精妙内部空间。理解这样一部复杂的巨作，宏观的底层逻辑与微观的深刻辨析其实是缺一不可的。我们强烈建议各位听众亲自去探索这份沉淀了14年的视频档案。没错，去看看那些复杂的底层代码是如何最终运行出绚丽的思维程序的。从那一期播放量高达7万多、彻底重塑认知的导论开始，一直前行，去亲身体会那些动辄近2小时的微观配对是如何一点一点解开你思维的死结的。带着你自己的疑问去听，对，最终的答案在你们自己手中。究竟是基础框架的重塑最让你震撼，还是极端属性的微观调和最让你折服？带着这个疑问，开启你们自己的探索之旅吧。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夺维视角。